各位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那么，咱来读这个1980，1980的小说，算有伊精彩的所在啦。总是有一寡到底嘛是小可沉重安尼，所以我有建议迄个啥，台湾笔合这个小说，我感觉含1980这个小说会使做一个对应，还是对角、对比。总是在迄个白色恐怖的时代，在迄个独裁专制的时阵，人真歹维持人性。当然有啦，嘛是有一寡人维持伊的人性，然后互伊家己较袂遐尼艰苦心，对，敢若安尼讲。总是可能有袂少人，要安怎讲？每一人生存之道无相款啊。换一个角度来讲是，天公伯啊有一寡安排，互咱拄着的，听你讲是拢是咱的坎境，毋过在迄当下可能会真正真辛苦、真艰苦安尼啦。所以迄个啥，大梦迄出电影内底，迄个主角，伊就讲，差不多是安尼哦。我无真正去记迄个字啦吼。就是讲，若拄过啥物袂得过的时阵，就甲迄个手表转较紧的吼，转去未来时间点就对啦。因为即个瞬间你真艰苦，真无舒适，毋过总是会过去，吼。互你落雨嘛是会出日的时啊。所以当然，乐观甲悲观的争差就是，你看到的代志，你感觉迄是好啊歹啊？到你目前为止的人生的经验，到底是好的较济，还是歹的较济？这可能嘛牵涉到你这个人是对未来乐观还是悲观的，或者是你本性本质的到底是拢看得歹，还是拢看得好？这当然有所争差啦。这是安怎讲？算是人类社会多元表现的一种方式啦。你若无够多元，甚至拢单一化，安尼即个社会讲一个较无输赢的，可能嘛是一个悲惨的未来伫遐你等的啦。因为就拢单一化嘛，所以变成讲看代志拢同啊一个角度的时阵，迄其实是足危险足麻烦的代志。所以现主时的台湾，我都发展到这个状态，毋是简单的代志。虽然讲有人伫咧讲，历史是一种偶然的巧合，伊毋是一种必然的结果。总是看你用啥物角度来看吧。我是安尼想的，讲参考。好，反正我就讲，都喊来拄好，时间来拄好。台北时间暗时9点至10点，做伙来遮读寡册。原则上是安尼啦。台北时间暗时9点开始读即个1980，读到一个段落了后，可能就是读温玉桥迄本《日火闪逝》的一首诗，诚做阿威客安尼。9点进前咧，9点进前，随我就继续来读即个那春水的第3本小说《开火结子》。这我读咧嘛，真正要读完啦。当然我家己有先看过，用目睭看过，无读出声音啦。毋过我感觉台语即个语言应该是大家朋友就罔参考啦吼，继续读落去安尼。即种开火结子，即种是咧讲迄个水尾碎仪吼。即个碎仪毋是迄个碎仪，碎仪有两个意思，一个是上细汉迄个阿姨，一个是做人的。反正就毋是人正式带就对啦，所以有两种意思。这大部分我嘛咧讲，即个啥，即句话啥？细姨仔囝是细姨仔命啦。这伫即个台湾漫游录内底有一句话，我是安尼甲伊翻译啦。细姨仔囝是细姨仔命，伊的字我已经袂记起啦，反正大约是安尼。好，继续读落去，即个开火结子。落尾手小耍2摆，避着病风，家在有紧送去病院急救。
是逼着细条血筋，还无到一骹一手的砍斩，了袂到拖过10冬了后，我旧历过年的前2天，过下晡昼仔，还是冷死死的街仔路无介热热。阿江甲春潮交代讲要去盐埕埔收钱，念伊转来，家己一个。家己一个无人知影，伊逼着大条的，一直坐到上尾站也毋落车。阮将才知影，即颗吐遐阁烂大的老火啊，早就死严严啊！迄年1981年，阿江78岁，金鸡拄好60，个袂熟办甲闹热滚滚，亲情50，朋友80，招来送山。毋过布印内底会未亡人，敢若大某甲第2个春潮有徛名，第3个金鸡啊，就起空起顺。为着阿江是要土葬还是火化，甲大某冤甲袂得通煞，心肝掠摊怀，就秘去大东路迄间阿江要互伊的厝遐，连个别是送山做亲，车铃甲甲炉嘛便已经搁去啊。大某饮下讲是袂生，我若有甲阿江去甲一个，我若有甲阿江去甲因表兄分一个拄出世半冬的查甫囡仔抱转来做囝，嘛甲号做阮弟。国校出业了后，有去读一间私立的两公初中，深头第1冬也有顶真伫读册，升2年就哩哩落落对人袂着啊。第3年的阮弟煞变款去，拢伫食薰动球，规网规档，毋是偷走学，就是相拍。落尾是阿江去甲学校长阿姆阿伯日头点头好衰，才互伊摕到出业证书。小二来啊，罔听，好，刷落去，敢若台南私立中营中学要收伊即款3宝3，我无确定是3宝3还是3宝3，无确定2、2、3宝好，3宝3好啊。3宝3学生阿江调工去大东路细厝互阮弟啊住，头起初读高1，成绩班伫中班，无好嘛无歹，哪会知影升起来高2又搁反形去。甲外口一阵歹囡仔假群成党，第旧婚搬墙仔，甲偷走学。有一摆伫外口甲人冤家拼斗，约来约去的时，阮弟举刀啊，甲人刣甲流血流滴，家己嘛互对方讲甲半小时。分局有派警察来查案情，问笔录，才知影炸刀刣人的是阮弟，佮错手刣着过路的生份人，这是合。上法院请辩护师，甲生份人服药，互对头的民事赔偿，正经是甲银票啊准拉壳第1页，落尾手有判2冬的假罪，头尾拖我要当半，代志才掂去。这拢小看代志，上歹芳的是阿江一个人饲3口罩，正清本体拄好用尔。阮弟也无代无志，变即出傲气，一声就甲阿江舞一个臭青远，手头做一块红起来，刷落去，分配互3家口仔的所费对拗，10块剩5通开，庆婚甲冤仇，拢是为遮起的。这不管啥物人，讲到钱吼。就拢足歹存车呀，所以这种毋是我即个有才调去安怎讲宽恕还是理解是啥毋知。好，今日时间到，转来读咱的1984要来按335页来读起啊，小落来啊，你若有对着，我毋知你今仔方便读无？我伫会答。好，安尼。你好势啊，335。对。安尼我读1页啦，我家读到336页顶悬迄2纸。
啊，你才接续落去读，看要读这读少，读长读短，家己安排。吼，我先来读这个335样。大家看朋友，我毋知你有一本台文册无？吼，中文的、英文的，可能网上课安尼。头前就讲到伊咧写，迄是毋是写日记？我毋知，就写一个神，就是权力。吼，伊拢接受啊，英国会超界的，英国嘛毋捌超界过。汉阳国咧甲东亚国相战，汉阳国自来拢咧甲东亚国相战。Jones、Arrowson 甲 Rutherford 互起诉的罪是真诶，伊毋捌看过诶替因洗碗诶相片，无迄张相片伫咧是伊想出来，伊会记得兑换诶代志，毋过遐个记忆是假的，是自编诶产物，偌简单咧，只要导航，其他拢会顺顺照行，亲像你井流受水，搁较安怎出力，嘛直直互水流冲转来，冲转来，这是冲，这是冲转来，冲是另外一字吼，搁冲迄个冲，好啦，个咧。即马决定势头顺流，莫会搁反抗。拄起你的态度，啥物拢无改变，做好的代志就是会发生。伊甚至毋知伊头起身哪会反抗，一切拢真简单。拄起，逐项都有可能是真的。所谓的自然律是543。中令，这是 gravity。我咧想讲 gravity 爱安怎讲？动力、重力，我真正毋知影，因为这是一个物理的名词，就是 the law of gravity 嘛吼。动力定律是543。欧伯人捌讲，我若是马，我会当卡离地，敢若一粒沙文泡浮咧。Winston 甲想通啊，若是伊想讲伊浮起来，我嘛同时想讲我看到伊浮起来，这个代志就是有发生啊。哪像沉船的一大堆残骸，互鼓出水面，一个想法搁熊熊弄入伊的心头，无，迄无正经发生，是阮想象的，迄是幻想。伊随搁甲这个想法压落去，背妙真明显。这个想法意识伫个人外口的什么所在，搁有一个真的世界，遐有真的代志发生。毋过要安怎有迄个世界呢？若毋是经过咱家己的心智，咱哪有通啥物知识？所有事件拢发生伫心内，若是发生伫全部人的心内，迄个代志就是正经有发生啊！吼，这真正就是用迄种理路啊，个地书人相信还是啥嘛？吼啊，当然这甲佛教咧讲的迄个叫做啥？一切唯心造晓，就是伊咧讲，凡的所有一切拢是人的想象出来啦。啊，这凡是George Orwell有读到一寡佛经的一寡讲法吧，就是讲，你看到甲你感受到的，迄就是会有一寡情差吧，可能是安尼是。好，我毋知 Shirley 有啥物想法看法无，还是要直接读安尼？你家己决定。我对迄个迄句我敢若看无，我敢看无，毋知迄是啥物意思，就是意思第五逝迄句，伊会记得会记得兑换的代志。伊会记得会记得兑换的代志。嘿，即句我看无。伊会记得，吼，伊会记得会记得兑换的代志。伊会记得有兑换的代志，毋过遐个记忆是假的。所以我拄仔搁咧读的时阵，可能迄个断句断伫咧无共的所在的时阵，伊会记得会记得兑换的代志。会记得好，我继续读。好。当迄个八秒音色，
偏差无片杀，这是 HINN 是片音嘛？片杀，偏差无困难，伊并无互受好气的危险。毋过伊了解，迄个念头应该爱永远袂出现。危险念头若蛇，这是蛇出来 ，SO 蛇出来，蛇出来，心智爱会晓看袂着。这爱自动运作，照本领免加想，就是先讲所讲的最动。伊开始练习最动，家己想一寡命题出来，当讲地球是平的，当讲冰比水较重，训练家己莫想着对反的论点。嘛莫甲了解，这无简单，真正推理甲即时创造的能力，像李家己等于我，即款讲法所起伫的算术问题，都毋是伊的智力会当解决的。这需要某种头壳体操，爱会晓两面上。精油使用逻辑，爱会晓了面上精油使用逻辑，了面互对象了面个对上严重的逻辑错误无感觉，了面个对上严重的逻辑错误无感觉，有戆甲聪明平要紧。嘛，平学得做会到。对，真好。好。要大家好，迄个伊写到底最动还是最动？因为伊的迄个原文是 crime stop。哦。crime 嘛，CRIME 是犯罪罪嘛，啊 stop 就是动起来嘛，对无？啊，所以伊嘿，啊，所以当然。这种复合字到底要读最动还是最动？动后壁你是动无毋对嘛？动，啊头前是最嘛，啊所以倒起来了，到底是要读最动还是最动？我毋知伊就是伊的原文就是名词还是动词？对，伊的原文就是。一个怪怪的字啊 ，crime stop 甲写做伙啊 ，CRIMESTOP 啊，啊，所以这嘛是着讲周永清先生伊咧处理的时阵，伊家处理做书面语，啊，当然这个字，你要有其他的翻译法无？可能会使有吧，我之前想无，啊，要安怎读，我当然搁较毋知影，我掠无主心定啦。我毋敢讲哦，一定是安尼读吼，咁样要安怎变调，要安怎读念，我毋知影。伊即个词，当然我无去查，我无确定啦。就敢有做甲动斗做伙的词，我无去查，我毋知。啊，变成讲平地角来读念的时阵，最动，知影。三年嘛来，阮拄则是读到即个336个啊。中啊头前2段啦，伊迄个小落读甲底一寡，我是拄则读一页尔。安尼我搁读到337了，叫我小落，然后叫我3年读，总共对着。来，336件上尾啊即段啦吼，才有骨头蛇只。伫心内的一只，伊不时拢咧异常，因当时会甲伊庆杀，啊不。因当时啦，毋是当时，因当时伊咧邀伊嘛，所以伊就毋知到底什么时阵去用台语庆杀嘛，所以是混啦。看卖啊，我要找一个，迄个我咧讲咧，冇同时间对照英文版咧看啦吼。He wonder how soon， 伊讲 He wonder how soon they would shoot him 嘛，就是什么时阵要甲伊。庆杀就对啊，所以这应该是当时啦。
伫心内一只，伊不时拢咧异乡，因当时会甲伊庆杀，一切拢爱看你家己啊。我不能捌讲，毋过伊知影，伊无法度顾有意识的作为，甲迄个时间点抽较晚啦。凡是10分钟后，凡是10分后，因无定会搁甲单独关骨力年，无定甲送去落干样，也是像有诶案例，甲放出去一阵仔，到伊互庆杀进前。若是讲伊诶逮捕甲审问即几出戏，为头搁定搬一回，嘛是交层有可能。有确定诶，就是死亡绝对袂伫你料会到诶时阵来。照传统，照迄个毋捌明讲，你毋捌听人讲过，毋过就是知影诶传统，因拢是经犯人行航路山家房诶时，无经过为人后壁对后壳弹落去。就是拢叫做啥，死于非命吼，要创造一种死于非命的情景啊，这等于是谋杀嘛。咱遮的白色恐怖就是，看你要甲你掠起来，就要甲你掠起来嘛；要甲你断掉，就要甲你断掉嘛。真正是在迄个生长的迄个念头的瞬间，要互你死，还是要互你活嘛？啊，无再来讲，就是已经行到判打，只要有小可交易，就是拢甲伊枪毙可以。我不是讲此人不枪毙，什么换个，反正就是去到伊遐，就是拢死就对啊啦。可能有几个啊，是毋是有人送钱乌西，事先去疏通，还是安怎？才全放伊煞，可能判一个较重的15年变20年、25年安尼。迄有一个笑，无算笑的，听讲是一个残酷残忍的事实，就是伫金门迄搭遐，迄卡袂着，就是拢庆杀，啊，所以一大堆公文送去到遐的时阵，差不多原则上拢是庆杀就对了。结果有一个人，迄就是。安怎讲？军官伊若要结婚，拢爱经过申请，爱主管同意你才会使去结婚就对了。结果有一个要送申请要送结婚的迄个啥，证书也是文件就对了。啊，因就是一寡迄个公文就是，敢若要写庆山2字，头前5届、10届可能用手写啦，第3届、第5届甚至第10届以后，就拢用转印啦。所以迄个人。要结婚呢，送到遐的时候，当啊足习惯了，逐个人哭咯，庆啥，结果送文件迄个人惊着靠背，啊，这是要结婚你讲庆啥？你当时对毋对？伊讲报告长官，那个某某某是要结婚的啊，伊拉要求对，那要结婚你讲庆啥？是什么歌啊？怎？伫迄个已经转好2字庆啥的迄个印仔顶悬啊。伫庆山2字顶悬写不枪毙，啊，然后结果伫边啊，伫迄个 king 啊裤仔内底佫写一个，不枪毙，放假。所以，真正是对咱毋知的人，对我即个毋来经过几手的人来讲是笑话，要毋过在迄当时有可能，那真正只要有一个人无注意到，就真正。就拖去断掉啊！你迄个瞬间断毋掉的时阵，后壁佫回头去甲问的时阵，因遐就是将来袂去生灵错误的啊，将来无咧生灵错误的，所以迄颠倒就是地告足侪迄种冤枉枉屈的代志发生嘛，所以毋是咱有法度去理解了解啦，所以伊。Winston 伫336到337之只，伊咧疗伤讲，凡事就是伫咧无警觉、无要义，还是毋知影时，就是去用对后壁按后壳甲弹落去安尼。换一个角度来讲啦，若真正对后壳落去，一声就死，就准拄煞嘛，就是惊袂互你死，抑毋过嘛，互你无好日子过，即种就是上残忍嘛，真麻烦。啊，当然即马。理论上，台湾应该是袂安尼诶，才对啦。啊，毋过有当中足侪代志，嘛毋是有法度料想诶啦，这我无确定。来，毋知有啥物想法看法？小人换你，看是要读还是要分享交流？直接读，看你，我
是当分享，就是阮疗伤袂到的代志，真正若发生伫阮即摆的身上，应该是真痛苦。对啊，这因为已经上面就是1987年改严，也毋过也一直到1992年，迄个刑法的什么100条哟，100条才甲思想犯，就是意图兵政府即个代志，我都袂使想哦。啊，所以我讲啊，什么澳洲政府竟然3个人读册，就有构成要兵政府的迄个行为啦，莫名其妙嘛。所以要一直到1992年以后，刑法100条废除，啊，甚至应该毋是敢若佫退后是安那，反正讲虽讲1987年改严，也毋过改严迄个瞬间，因同时间也佫成立什么国安3法，就是甲改严即条代志，因为改严足侪法律就是足严格，袂使超过3个人组织伫咧讲话是啥，吼啊，换国安3法，爱佫一个什么2条1。2条就是什么唯一的死刑，啊，毋过翻头去想的时阵啊，联合国有这2公约，吼，一个是讲人民的什么权利义务，啊，一个是讲儿童的权利义务，啊，伫讲人民迄个权利义务的时阵啊，伊就讲，原则上袂使有死刑，原则上1966年的法律就有哦，啊，1966年当然对 ROC 来讲。伊也是联合国 UN 的创始的会员国，所以1966年是啊，只是迄个1966年迄个2公约，可比讲因经过讨论了生效的时阵 ，ROC 并无去签即2个公约，一直到马英九做总统的时阵，可能若是脑筋破掉，还是安怎去想到讲哦，1966年有即个2公约，爱甲伊签署，爱就要甲伊签，啊，签落去了就。透过联合国秘书处要送去，结果就去用拍枪啊！讲啊，你对啊，你是对啊，唔对？1971年就无成立 ROC 啊，顺批 RC 年啊，你这个 ROC 是倒位来青啊长啊，就甲退行就对啊，歹插伊就对啊。啊，所以变成讲1966年就迄种袂使有纯粹的死刑，也毋过你看伊 ROC 伫咧统治台湾，甚至我照你讲，我即摆应该无应该用统治这2年，应该用实名，一直到当个是实名，一直到1990几年了，才甲迄种唯一的死刑改做什么？伊看遐法条啊，你若有机会，你去看因中华民国的刑法内底有不了济内底的处罚拢敢若死刑尔，无其他的刑法。啥物叫无其他的刑法？无其他处罚的方式，就是有期徒刑是无期徒刑，所以一直到1990几年的时阵，伊才甲伫中华民国刑法内底，敢若死刑这条代志改掉，可比讲刑法277条的款吧，杀人者处死刑安尼，迄就是，迄就是属于讲什么一命赔一命迄个概念嘛，啊一命赔一命这个概念其实，反对死刑的人的角度是讲。命的丧失，敢若上帝还是天公伯啊，还是神，还是物，才有即个权力会使来做。准讲是人，不管你是啥物人，你讲国家互你的权力还是啥，你拢袂使决定另外一个人的死亡。你敢若会使甲伊关，会使甲伊刑，你就是袂使互伊死，因为你毋是神啊，你无比神较大，你甚至无法度甲神平啊大。啊！你无甲神边大，你哪会使有迄个权力是甲神边大的？讲，互即个人死，互迄个人死。所以因下一寡用啥物用国家的角度啊？你若用国家的角度，迄就是属于国家的暴力啊！国家袂啉水也袂讲话啊！伊拢是透过其他的人去表达即个国家伊想要做啥物代志的意志嘛。姓蒋嘛是安尼嘛？照你讲，中华民国是袂讲话、袂啉水、袂行路的嘛？是叫人中华民国规旁包包的炸来遮，啊，人家套伫台湾的头壳顶嘛，还是套伫整个台湾的岛屿嘛，啊，用因中华民国法律来实名台湾嘛，啊，所以迄个姓蒋的，就是伊惊甲错赛啊，伊一来到台湾了，将来就毋捌离开过台湾，
伊甚至无才调，亲像1984这个小说所讲的，我若买吼，我会使双脚离开地啦。所以蒋介石自来到台湾，一双脚就踏在台湾这块土地了，将来毋捌两只脚拢离开台湾这块土地啦。当然就穿一双鞋，无直接踏到土地无毋对，啊，毋过嘛双脚嘛是踮咧土骹啦。所以伊变成讲连发电机都毋敢坐，就是叫行到破胆去啊啦。所以即箍无吵无声嘛是乱七八糟的嘛。所以伊真简单的，惊吓的人伊就做出足侪莫名其妙的动作嘛，就是枪毙可以啊，说这个人这么可恶，为什么不判他死刑？摸哥的嘛。所以就是伊开始，甲一寡人的名用红笔写，才有即个目前有一寡人会感觉讲名袂使用红笔写，是即个原因。啊，所以当然对咱来讲，1999年以后，才慢慢渐渐一寡无合理、无适当，甚至无人权的规定，一条一条改掉。然后1996年选总统嘛，等于是有种头一届民选嘛。头一届民选其实马英九嘛是无赞成直接的民选啊，伊嘛是感觉爱透过国民大会来选总统才好啊。伊还佫挂伫咧中国嘛，因为中国太大咧，你无法度直接民权嘛，干来说干接民权尔嘛。所以马英九去当时嘛是感觉伊主张应该爱用干接民权，袂使一人一票选出总统袂使，伊无赞成。啊，当然，时代咧行，时间咧行，当初毋是你，毋是我，毋是咱凊彩3、5个人讲买也买，讲卖就卖，无迄种代志啦。所以这有当啊，这历史毋是咱会使安怎讲，想象啦，可能会使安尼讲。啊，当然，尤其1990年以后出世，甚至本世纪才出世的，无法度想象顶世纪到底是啥物状况。啊，这佮讲透过通知捌的口述历史，而且是留落遐的文献，看会使感受一下，一两个精彩无？我毋知影。好，来，歹势，小龙啊，你看是要继续分享交流，还是继续读？我先来读。有一日麻烦事讲一字毋对，因为烦事迄阵是3更半暝。伊确认一个记忆个许多的共相，这是含过的含相，伊伫巷路咧行，等待清子，伊知影毋是即道，一切拢着路顺时无解。调戏、争论、痛苦甲惊吓拢无啊！伊的身体健康勇行，伊轻轻松松行，享受运动，感觉若行伫日头光里。伊当毋是伫厝仔部下细白色巷路1公里行。看咧二更大路，人有亲像药物起伫的过程，伊伫金色中国顺步道行过有土仔甲食的毛草包，伊感受会到短短湿软的草包伫骹底。温柔的日头光照伊的面，灯也会变圆IAN 变圆，圆头啊，送即个圆啊，圆头啊。哦，灯也会变圆，有几酸的。即个是长 TSANG 是长几长啊？有几长啊？有树。咱啊，这是咱啊，咱啊买嘛有一部头，咱啊有，搁较远的某的所在。这是猫咪所在，猫咪所在是安尼写。猫咪所在，就是一条溪，伊啊伫柳树下骹的清水库咧秀。水库咧秀，
向向伊惊一大跳，条，嘿，惊一条的条。伊惊一大条，换位两句拼出来，伊听着家己大声喊：“Julia，Julia，Julia！” 我醒来，Julia， 有一搭碟啊，体下的皮是碟啊，一瞬间的款。有一碟啊，伊有足强的触感，叫是 Julia 就伫遮，敢若毋当伫伊身躯边，是伫伊内底，好亲像 Julia 已经进入伊皮肤的组织。即个当阵，伊比因两个斗阵有自由的时，搁较足爱伊。伊嘛知影 ，Julia 也搁伫猫咪所会过站，猫咪所在活咧，而且需要伊的帮助。好，感谢啊。337啊，最后迄段应该是安尼啊，有自由的时，搁加足爱。哦，有自由的时，搁加足爱。啊，咱的语感有当时拢会。搁较安怎较受影啦，搁较形容词是搁较是一个算定定连做伙的字嘛。啊，所以这就是真正是思辨啦，就讲有当初我若你读念嘛是迄种我家己思辨较悬的词会走出来，啊，要无毋是啊。毋知台顶玉林准日来啊，四个嘛来啊，吼。我毋知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337啊，就大家。拄只有一个所在，中啊算334啊，算第二段的第三段。迄阵我咧读的时阵，一切拢掉落啊，应该是倒落啊，还是掉落啊？我袂记一啦。伊敢即个词讲当做是啥？花台共同词哦，敢是中文华语中文是讲啦着落嘛，就讲可能是讲一切拢安大好势啊，是安怎嘛？对无？所以当然有当阵啊。精神身心咧处理的时阵，较受影，这伊讲的头尾安尼处理适当，这真正是想象会到的啦。对我来讲，敢若要读半只英文哦，可能就头较大声啊，头较大声，搁要甲伊变做台文哦，这可能两粒头过大声。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安尼，迄个啥，3年换你读，338，应该今仔日会使甲迄个啥，读到340页吧。338。伊在正天眠床，想要甲心头换病。拄则是在创啥？一时仔会软了，一声会害伊搁加做几若加做偌济年的感。这是这，毋是做。这家对啊，是这吼。虽然中文是共音的啦。加做偌济年的感，踮物伊就会听着外口遐讲查甫的声。伊袂当伊安尼发作煞变受法，伊已经破坏甲因的协议。假使因正知，咱嘛知影，伊听中党，毋过也是在混党。因过伊服从的外表下底，藏异端的心。即马伊搁较退一步，伊的心智已经导航，毋过伊还搁想要保留上深的感情，毋好受侵犯。伊知影伊犯错啊，毋过伊甘愿犯错，伊的确看出来，乌白看出来，伊堪讲啊，堪讲的迄声话甲一切拢鸟啊，到遮。
应该是伊坎讲的迄声话，甲一切拢交啊。It was all confessed in that single foolish cry。伊毋是大声喊，就是Julia，我心爱 Julia 呢。啊，所以这是家己咧想的啦，讲迄声话甲一切拢交嘛，是迄声话，迄对吧 ？That single foolish， 原底是 that single foolish 啊，一声尔啦，就是迄句啦，334迄句安尼。好，毋知大家恁个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插球会当问一个。来，志源你讲。讲是毋是好诶？对啊，对啊。阮自小讲遐讲啊，当然遐讲这物件，单头单尾款式，我无去查过，至少2-3种以上吧。遐讲好个，搁啥？敢有人讲好讲，我毋知影咧。我是自小拢讲遐讲啊，遐啊，对吧？迄遐字啊，当然中文华语语协，佫有啥物讲法？一般语协即马就是，莫讲即马，自有塑胶开始，就是拢用塑胶制品嘛。当然有一段期间，查囡仔咧穿的啥物马靴、啥物长靴、短靴，迄就是靴嘛。所以对台语来讲，除了遐讲是塑胶做的，其他迄种查囡仔穿的迄，可讲到骹头夫的，甚至有的佫到骹腿的。无就是较底关过骹目去啊！迄个要安怎讲？我毋知呢。就无法过就知影讲是通称是马靴嘛。毋过若较底就是讲做短靴、长短靴嘛，靴嘛 ，boots 嘛 ，boots 嘛，对无？我记得英文是安尼。台语我无去查过，我毋知。我毋知咱台顶朋友到人怎样。好，安尼。三立头丸是毋是？准的我咧读，也是看有啥物想法，看我要提出来分享教你。我要读到340页，甲即个3字4读完安尼。刚讲爱过另来一边啊，无定爱过几十年，伊顺手顺家己的面，想要较18新的面膜，伊的嘴皮有轻轻的撩痕，嘴皮骨摸着。可能爱摸着痒，就讲痒是伊的褒义嘛，痒毋是伊的受词啊，对无？摸着鞋，摸着手，摸着啥物物件嘛？毋这痒是一个形容词嘛？敢若是形容词，就是属于摸着的褒义，你知道？就是每着即个就是爱看后壁斗啥嘛？伊斗的是。有斗物件无斗物件的读法无共款嘛，对无？有斗物件的时阵，佫分是斗名词当做伊的受词，还是斗形容词成做伊的褒义，即两种读法嘛无共嘛，对无？嘴皮骨摸到痒，毋是摸到痒，除非有一个物件伊家号做痒，调伫伊的嘴皮，或者会讲嘴皮骨摸到痒安尼。理论上应该是，我理解应该是形容词啦，当做褒义安尼啦。摸着痒，毋是摸着痒，互你往参考。摸着痒皮仔变润。另外，自顶界物件看到家己了后，已经有到一副新的喙齿，知影家己的看袂透，毋是简单的代志。我较安怎讲？敢若控制五官是无够的。伊当头一摆
了解到，人若是要创一个秘密，就爱创甲家己都看袂到。你爱始终可能中吧，随风伊中文是共音，啊你读对，随风讲即马足侪人甲迄个字那的字拢是七个字，要避开迄个心差。啊，毋过这是中伊的中啊，伊毋是中啊，对，中文就讲咱若读到内底中文翻译到伤济的时阵，你就毋捌读过台文，你就会用华语中文的迄个音去思考，讲啊，可能会使安尼读，啊，毋过有当阵会准啦，啊，毋过有当阵我嘛毋知咧，就是无一定较好用啦。你爱始终知影秘密藏伫遐，不过还未到必要的时阵，就绝对莫互伊浮出你的意识顶面，防指令会出来，自即马开始，伊若爱思想正确，感觉正确，梦嘛爱梦了正确。伊搁着不管是受训锁断家己内底，做家己的一部分，却搁和其他的部分无相连，像一粒人。即字我嘛毋知影怎读，因为迄是咱讲啥龙还是人吼？即字当然中文是讲囊肿嘛，伊的英文是 CYST 啦。啊，我嘛捌即字啦，这可能就是一个啥生物理还是 physical 的一个状态嘛，病理上的一个情景一个情形嘛，独立的一粒伫遐啥物物。这我毋知 CYST 要安怎读 ，cyst 还是 cyst 我毋知影。我会记得中文华语敢是读做囊肿嘛？可比讲我听到过啥物富林人，毋知是毋是年岁到啊是安怎？就啥物巧克力囊肿啊，啥物货啊？搁有啥物目睭遐嘛有一个，伊敢就反正不一粒一粒就对啊。反正即种属于人的身体上会扑起来，迄一粒的款可能是安尼。安尼台语即字后壁读到正，大概无啥物问题啦。像头前4字到底要读龙、人，我毋知。毋知咱台顶朋友敢有啥物想法看法？我讲无好读嘛是，就是讲有一寡迄凡是敢若伫即本小说内底才会出现的字，嘛无得讲。也是讲词啦，即种词嘛，你伫别所在可能拄袂着啊。过来就是伊周云先生在处理的时阵，伊就较偏向迄个做啥物个说明语嘛。拄则迄个始终知影迄个，敢是讲1931年的台日电脑秀啊。当然目前咱伫中文华语内底嘛会讲着嘛，应该是我咧要敢是算 finally 哦。你 must ever 爱参加连家己嘛看袂到 ，you must know all the while that it was there, it is there, but until it is needed, you must never let it emerge into your consciousness in any shape that could be given a name。你爱自头到尾拢甲伊种就对啊，所以真正。我就讲，要读捌英文就对我来讲就不哩困难。到要甲翻做台文的时阵，伊即几句就讲 ，You must know all the while that it is there, but until it is needed, you must never let it
emerge emerge into your consciousness 意识 in any shape that could be given a name。袂使有现出一个名，你讲啊，绝对嘛袂互伊浮出伫你的意识顶面 ，your consciousness。所以爱始终知影，所以就是 you must know all the while， 自头到尾拢知影就对了 ，all the while。所以伊是找出用始终来表达 all the while。自头到尾拢知影，啊嘛拢毋知创伫对啦。这我来讲，这真正就甲拄则头前食啥物足食迄个李治诶啥物货，啊搁个顶毋知影呢吼，这真正真歹迄种诶，就讲你到底啥物时阵要爱知影，啥物时阵爱毋知，甚至搁较凶是，你连做眠梦诶时阵嘛爱梦咧正确哦，这我咪个朋友捌听过一种讲法无？讲困去诶时阵知影咧困，我是无即个才调，困去哪死去啊？你当然你甲我叫会起来啦。我讲哪死去是，啊，就毋知人要安怎知讲家己咧困啦。因我听讲有人有即个才调，就讲伊困去啊，对吧？你看到伊诶时阵，若种你有机会，伊是伫遐肉身伫遐，吼，啊，搁迄个呼吸搁我若正常顺顺啊，袂讲啥物打吓还是啥吼，就是困去啊，伊肉身就困去啊。啊，毋过伊讲伊知伊困去啊呢。这我个人我也无法度迄个啥理解还是了解啊。这听讲有困难哦，毋是真侪人，可能啊1/1000，还是100,000,000%以下的人才有即个才调吼，敢若是安尼。好，毋知咱台顶个朋友有啥物想法看好无？安尼，玉林读。对，有一日，因会决定甲伊清洗，是何时？即马讲袂出来。搁甲发生诶进前几秒，应该是约会着，拢是为后壁。伊行路在行诶时，10秒应该有到。到迄时，伊内底诶世界会变过来。1万年之间，免讲一字，免停一步，面的线条嘛免小震动一下。伊的伪装随拆掉，变，伊的身份开炮，身份会甲伊灌饱，若买火不还。我共即时变。庆字弹出来，伤晏，无就是伤早。因家伊的脑放喙去，就袂好搁加控制啊。异端思想会倒过处罚，无悔改，互因永远抓袂着。因是甲因家己的原理成品断一空。死的时婚姻，这是自由。伊目睭闭起来，这比接受智性的教示较困难。这是要叫伊自毁尊严，自断骹手，伊就跳入去上垃圾的垃圾面内底。世间上惊人。上使人倒弹是啥？伊想着大兄哥，因为不时伫海报看到大兄哥的面，在伊印象内就是有一公笑遐看到，迄个有高有乌顶喙顶墩手，迄个有高乌顶墩手，就是连做伙安尼啊。
树，迄个有搞乌顶对啊，顶墩嘛，对啊，迄个搞乌顶墩树，目睭会对人来去会极大人面，敢若自动就会伫伊心内出现。伊对大兄哥的真实感，伊对大兄哥的真实感觉是啥？网络传来叮当的遐讲大步声，更问控一个杀开，我不然打入间房，后壁是蜡上面的警官，甲乌制服的警卫。好，感谢。好，毋知大家朋友，大家有啥物想法看法？这是毋是算啥？虚拟甲真实的对照是安怎样？就讲，伊头前明明毋是讲已经伫外口啊，即摆咱敢若搁互关内底是安怎？还是我无对着？所以真正无好通。当然，迄啥视野还是观察的点，若有较远，较想要知伊是安怎。啊，毋过若到，佮讲即夜伊咧讲的迄个流程，就敢若那伊佮敢若毋是介迄种啊哩。就讲339夜顶悬迄算第2段，即大家就是敢若叫用骗，叫用安怎嘛。啊，迄段就讲死的时婚姻，这是自由。就讲。敢是迄个啥？敢若无法度甲你演到倒，规气死死的较准拄煞，迄个啥？金庸小说内底迄个啥？鹿鼎记啊，啥物对无？迄个打一开始，韦小宝拄着迄个啥物人啊，我袂记起啊。我就敢若叫用杀掉是安怎嘛？啊，就要叫用抬头，就讲无要紧啊，反正18年以后就佫是一条好汉啊嘛吼。啊，即摆即个小说内底即个 Oberyn 因就是讲。我透可能温准你，啥？有迄种反抗的心理转来的死去，就是要甲你洗到你接受认同即个党的时阵，才甲你干掉浪费了，而且是互你袂按算的时间点，甲你干掉你啊！所以即摆即个 Winston 咧一直咧等讲啊，当时要来甲我断掉，当时要来甲我断掉安尼，所以即种其实嘛是。即种我感觉是啥？某一种的袂平安嘛，对无？行伫路里就袂平安啊！我就讲到目前为止，我无法度真正去理解着迄句话讲啥。幸福就是你困到半暝醒起来时阵，你知影你阁会使困偌久，这叫做幸福。句话我也抓袂着，迄个伊要表达的是啥？当然有可能是讲安心自在、自由自在啦，只是安尼一句话。敢真正就是安尼，就是安心自在、自由自在。幸福就是你困到半暝啊，醒起来，向醒啊，不管什么做味嘛，啥就是你总是有当中你半暝啊醒起来嘛，无一定是逐工啦。就讲幸福就是你困到半暝啊醒起来时阵，你知影你阁会使困偌久啊？啊，这我毋知咧，我毋知咱台顶嘅朋友有啥物共款无共款嘅想法看法。剩340页，即大家。小路要读无？这拢敢对话，只是我无看袂出来像个像伊，也无写。若要改做剧本的时阵，较有迄个叫做啥？像讲啥，就可能若要来分配就较好分配。啊，毋就是小说哩。嘿，340页，你甲读完。迄阵Oberyn讲过来 ，Winston 徛起来，并对 Oberyn 用光的双手抓伊肩胛，徛紧紧甲上。你有咧想要甲我骗吼？Oberyn 讲，卖讲啊，拄则毋是咧，嘿，这个是卖讲嘛，嘿，卖讲啊。卖讲啊，徛好近。停，站直的艺术嘛，调停，毋是 D 是停 THING， D 是 TIT
爱是天嘿停，调停，哦，停，调停，看我哩，伊停一个，外较温和的气口，伊有咧进步，地形，伊地形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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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无啥错误，只是感情。地感情地，感情地。你是感情地理，要我伫原所在，甲我讲 wisdom， 注意，莫讲白差。你知影你若讲白差，我拢看会出来。甲我讲，你对大表哥的真实感觉是啥？我问你，你问你真好，即马你听好。听好话上尾，听好话上尾一步。你着紧来大兄哥，有种味也无够，你着紧来伊甲 wisdom 用敬畏遐说啦。小，即个是小，毋是细，细是另外迄字。啊，你来自动翻译，小力。小力杀一个水泡，104伊讲。好，真好，感谢。拄则迄个敌就是复数嘛，伫遮就较明显嘛。伫别所在，伫即本小说头前嘛，啥物所在有一寡敌，伊无一定是原文无一定是用复数啦。那么对咱台语来讲，迄就是一个复数嘛。地性敌伊就是 intellectually， 吼，感情敌伊是 emotionally， 就是后壁 ly 啊，就是复数啊。啊无 ly 是就是。是会安尼讲吗？平常时啊较罕嘞，啊，毋过我就讲我即个，你讲。无，我只是感觉毋知要安怎用。对我来讲，即个 TIK 的，一般的嘿，口语较迄样，对，口语啥物用？对，所以就是周星先生就要甲伊处理做书面语，就是差不多是即个意思。所以。你看原文就敢若一种版本嘛，对无？英文伫遐，对无 ？George Orwell 嘛，骨头早就拍鼓也是变虎啊嘛，无可能去改任何一字嘛。所以作品完全就伫遐嘛。即马你要讲翻译做足侪语文的版本嘛 ，OK。甚至就讲嘛，你要翻做台文版的时阵，你至少有2种选择嘛。一个我家翻译足口语的，一个就是周星驰即个版本家翻甲足书面语的。啊，随便讲有一寡。你对话，你要安怎翻甲足文言足书面语的，有一招就是家翻做文言文啊，对无？啊，所以伊即个地性敌、感情敌，这就是书面语嘛。啊，你若口语袂用敌啊，有可能要讲感情上，还是啥物理智上，我若以我可能会安尼翻译嘛。啊，所以。当然，你会讲，这样是毋是华语开去啊？有可能。啊，所以就讲翻译即个专业是有伊迄个啥，不管是美感，还是即种专业有伊的专业，翻译即个专业有伊的专业啊，毋是清清彩彩。我就讲嘛，中文的文章。真厉害呢，这本要读了啊。是啊，要读完啊，吼，啊，就读久就读完啊嘛，吼。啊，所以我就讲，伊的英文是 intellectually 加 emotionally 是种复数安尼。啊，反正你340页，即大家是算当对话较济嘛。啊，所以我就讲我到对只顶一下时，伊敢互杀掉，伊毋是咧外口行吗？啊，那会敢若个互杀掉，还是迄是伊咧想象诶？我无确定。啊，所以对我来讲，就是有当阵啊，就敢若对我讲迄句话，我无真正去掌握着伊到底是啥物意思，啥物形吼，就是你困到半暝啊醒起来时阵。随知会使阁困偌久安尼，这我都去抓着安尼。啊，即个目前为止就是340页，进2、3页嘛。我感觉那敢若我感觉啦，我对无着伊的迄个画面，还是理路啊？我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敢有啥物想法看法无？真正无好读啊！当然，若总有戏出吼。有戏剧是可能会较方便，还是较
好理解。我是安尼想啊，我就讲我也毋捌去看过中文的，吼啊，英文版的嘛咧插咧尔，啊，台语版是即间伊出台文版我才去读，啊，戏出的部分我也无去找过，我毋知影。反正网络顶悬若准讲有一寡伊超过迄条是啥版权宣告的期限的时阵反正你嘛看会到嘛，无的确，所以我毋知影。好，安尼。咱是毋是会使来压尾啊？立会啥物事？228啊！历史野望敢若有歌词啊？有诶歌有歌词用到即个历史野望，甚至凡是你若透过迄个啥 Weibo Chain、WB Chain 用迄个什物台语歌正字歌词网还是啥？啊，然后陈建中佮把伊整理到佮较好敲出，凡是你甲即4字拍入去，凡是找到3、5首甚至几十首的台语歌有用到即4个词，我拢袂感觉意外，我拢袂讲硬，感觉诚拄啊好。因为即种历史野望即种4字词要写伫咧台语歌内底，应该是诚济才对安尼。好，安尼准备是毋是来帮咱压尾开头？还是有其他想法看法？安心自在。衫摕出来，不好好势，犹如偌久，因为出一领假吉祥话，煞真清楚。我历史野望的上会，只不过是你一个诉上的暗暝。好，感谢啊！这我看到最后2句，那感觉有一寡无共的迄种想法。你们有机会再来分享。来，玉里你要先读无？小罗阿妹读去，我先历史野望好啊。你先历史野望。好啦，历史野望，算袂清我为着即届见面，对镜练习偌济摆要讲的话。甲几束衫摕出来捂落好势，犹拄偌久，讲袂出一领假一双鞋，煞真清楚。我日史野望的上会，只不过是你一个思想的暗暝。好，感谢啊。好，啥你要先读无？还是我先读？我先读啊，Erica 甲要读，你太大读。历史野望算袂清，我为着即届见面，对镜练习偌济摆，要讲的话，甲几束衫摕出来，好好势，犹如偌久，因袂出。一领一领假，一双鞋，煞真清楚。我历史野望的上会，只不过是你一个。想的暗暝。好，感谢啊！来，我先读，将我艾丽卡读，啊，小罗阿伟读吼。来，我读是历史野望，当种4字词，听讲就是看你是要读头前2字，后壁2字，爱甲切开，还是直接读过安尼？可能有诶是无一个固定诶读念法，啊，有诶就是会有固定读念法。这敢若是看下着，迄4字到底是安怎来？吼，伊诶构成法还是故事法有真差。我是安尼读，历史野望算袂清，我为着即届见面，对
对镜练习偌济摆要讲的话，到甲几丝衫摕出来屈落好势，丢除偌久，竟袂出一领甲一双话，伊的腔口是用话啦吼。煞真清楚，我历史夜梦的常会，只不过是你一个素常的暗暝。好来，你讲我哩。况且我都找我的图。历史夜梦，算袂清，我为着即摆见面，对镜练习，偌济摆要讲的话，甲几丝衫摕出来，摕出。伊是用合音字，我感觉伊即个诗，伊即本诗集啊，总爱甲即种合音字摕出来用的，就是。这里边念啊。出啊，摕出啊，就出啊。出来的合音字啊。伊合在一起。对，合音字，摕丝衫摕出来，好势，丢除偌久，竟袂出一领甲一双话，煞真清楚。我历史夜梦的常会，只不过是你一个素常的暗暝。好，感谢啊！伊的腔口是暗暝，即就处理出来腔口啦。当然，即里有人是暝，有人是暝啦。伊的腔，伊怎家处理的腔口是暝啊？再来，小罗马里。历史夜梦，算袂清，我为着即摆见面，对镜练习，偌济摆要讲的话，甲几丝衫摕出来，屈落好势，丢除偌久，竟袂出一领甲一双下，煞真清楚，我历史夜梦的相会，只不过是你一个素常的暗暝。好，感谢啊！迄个甲啊，我是感觉。你拄仔读的时阵，家读到角啊，安尼会变成敢若，嘿，我其实感觉，因为 KAH 嘛是 R 的韵嘛，后壁是 R 嘛，敢若是安尼，而且伊是 H 尾，所以我感觉直接读拖长音就会使读角。嘿，伊毋是 KAK-A， 伊若是 KAK-A， 你就爱读角啊，你知哦？起来上轻声对无？我是读角啊。嘿，爱读甲你若读甲就是变 KAK 安尼，爱是 KAH， 嘿。我知影差别啦吼，知影好，真好。伊当然就是，我是前一阵啊，无，可能还是旧年啊，就讲其实迄个伫尾字的时阵，我感觉其实应该拢拖长音就会使。毋过尾啊，真足想就是，其实嘛爱看头前迄字到底是啥。即马这是 KAH， 伊是 R。而且是 H 尾，较会使直接拖长音加。你若 KAK 加，你看伊就一个爱先缩音，才甲 R 发出来。加是无共款的。当然加佫无共款。所以是 KAPA 加无共款。你若 KAT 佫无共，加佫无共款安尼吼。所以若是 KATA， 迄可能会变成 L，L 敢会 L 走出来？因为擦仔 L 会走出来啊，角仔对角仔 L 会走出来啊。所以就是讲用即种入声尾会无共来练习你的喙齿 ，KAT-A、KAP-A、KAK-A。KAH-A， 吼，加，我毋知各位朋友你听有无？歹势，我去念一解哦。加，可能先读加才读角安尼，可能
会较好分别啦。蛤啊、蛤啊、蛤啊，还敢若较歹分别安尼。啊，当然即只只，伊中文应该有嘛，背心嘛，对无？伊是用外衣哦，蛤，伊甲蛤当做外衣，甲听起来无像外衣。我的理解是迄种诶啊，背心啊。对啊，穿伫内底迄段迄种。无一定穿来，也是讲有分祖囡仔穿诶，敢毋是祖囡仔穿诶？因为我看到假是感觉背心诶概念嘛，就是无黄诶啊。啊，毋过伊中文煞改写一件外衣，也是伊诶理解，伊自头到尾自细汉听着是，可能因阿嬷拢摕衫互伊穿，就讲假穿诶，假穿诶，爱可能怎啊甲假当做外套、外衣安尼，我毋知影，这我无理解，我无确定。总是以我的理解是，假是背心啦。啊，你若要讲穿伫上外口迄领的，吼，有可能是外套、外套、外衫，敢有讲外衫？啊，对英文来讲，搁较侪种讲法嘛。什么 coat 吼 ，coat， 啊个 jacket，jacket， 啊个啥？反正几个字就对啊。啊，几个字因讲英语的人是敢若分甲真清楚，啊，毋过对咱来讲，对我自学生时来学的迄个英文，老师教互阮的，可能翻做中文就敢若什么外套、夹克，夹克是英嘛吼，啊个啥外套、夹克，敢若就安尼尔。哦啦，大衣吼，迄个大衣就讲什么迄个啥，下骹步会超过骹头裤。啊，当然你讲短大衣可能是看着较长配尔，所以这可能就是因为翻译的名词，啊，你要去理解，还是讲翻到本地人理解用的嘛，对无？外套、夹克，啊，大衣有分长大衣、短大衣，还是长大衣免特别讲，就是大衣。啊，若无法当个叫做短大衣安尼做分别。啊，对台语来讲，就是外套。还是当然嘛，夹克，夹克可能就要变直接算外来语啊吧，对无？我就外套嘛，还是讲什么大概遮的啊，所以对我来讲，我会感觉假是背心啦，啊，当然吊假是迄个啥来令鼓吼，就是迄个啥，迄个食神，迄个是毋是迄个食神？我袂记得，就是。周星驰是电影内底有一个是包租婆因翁吼，就会穿一领细肩带背心嘛，啊个白色的迄个嘛，啊甚至有当初伫台湾一寡戏出是，伫工地的人，伫工地会做工仔人，伊会甲一包有电壳仔的粉夹伫迄个肩胛头迄搭遐，迄领白色的吊架衫是来令鼓，迄是来令鼓。伊来令句嘛是对英语转日语，啊台语人有诶，即马敢若是较有会诶人，较老一辈诶才会安尼讲来令句。啊，对阮来讲，细汉诶时阵就是假甲吊假，吊假就是迄大较幼诶，啊假可能是有可能是碰西衫诶假，有可能是一般布料迄种，可比讲，西装有一种什物三件式吼，三件式。就什物虾子、假啊，甲外套，还是西米露安尼，就讲哦，真正式安尼。啊，所以迄个假原则上就是无黄的就对啊。所以吊假甲假，佫是无共款的物件哩。好，毋知咱台顶的朋友，台湾即个历史野人，敢有去查过什物歌词？我记应该足侪歌词，足侪条歌有去会去甲即个历史野人即4字写入去的。我感觉袂伊诶诗袂当，就是中大参照，因为伊诶甲伊诶文字写较水诶，所以阮对家诶熟悉应该都是拄啊马文讲诶，就是背心安尼。对啊，我一看诶时阵就讲。张拄偌久，紧袂出一领假一双鞋安尼 ，OK 啊！伊看要穿插拢 OK 嘛，只是看中，
一件外衣一双鞋，那敢行我邻居无共款，真歹势。好，毋知咱台顶个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我要问内里啊，内里敢是讲衫裤内底迄布料尔，就讲那底啊有时阵裙有内里嘿。我知的内里是，毋若裙有诶迄个西装，或者是jacket 外套嘛拢会有。就是讲，因为咱咧穿诶衫，吼，比讲靴子原则上敢若一层尔，伊就一层诶布料。啊，若其他诶，甚至有诶寒天诶长裤，伊嘛有做内里。内里诶可能两个功能，一个是讲，尤其寒天时可能会使较烧，你穿一领等于是两领嘛，吼，有一层。啊，过来就是讲，会使互皮肤，也是接触你诶身躯诶皮肤，比讲尤其大腿、骹腿，也是尻川皮，我毋知，就讲较袂有一个迄个啥摩擦吼，所以一般内里拢是敢若较油面诶，迄个面较油，袂安尼粗白白，因为有诶布料，可能毛啊，也是啥物羊毛啥，伊迄个会足粗诶，啊，你若足粗，含你诶皮肤直接接触，有诶人较敏感，伊就袂堪着。啊，所以我知就是可能有诶裙会安尼做，啊，西装裤，尤其寒天诶裤，可能嘛安尼做。啊，个就是jacket 夹克，伊嘛袂一层尔，我讲靴子才会一层嘛，剩诶衫就是拢两层嘛。啊，西装嘛会，啊，甚至西装可能佫有分，可能热天穿诶西装，寒天穿诶西装。若总讲是热天穿诶西装，伊就是做两层，内底迄层就是有做内里。啊，寒天穿诶西装，伊可能嘛是会做安怎讲？两层诶设计也是安怎？啊，甚至我诶理解就是讲，真正除了靴子是一层尔，剩诶其他诶迄个衫，吼，或者是可能裙，也是寒天诶裤，可能拢会做两层，外口迄层就是显伫外口嘛，啊，内底迄层就是住伫内底嘛。我诶理解是安尼，我毋知咱台顶诶朋友敢有其他共款无共款诶想法看法。像你所讲诶内里到底可能材料、功能还是啥物货安尼？电把会来到内里会讲，就是讲，你讲较会较早若有像寒流来诶时阵，吼，你个内底有气吼，啊，迄烟诶是有一个热久诶，啊，内底迄烟诶都是毛，所以你穿起来会较烧。啊，若安尼寒人无遐寒诶时阵，迄热久啊，会使跳落，你迄个热久甲破起来，有咱会使跳落就对了。哦，对，会当跳落，所以迄是活动诶。有可能，就讲我拄仔理解是，可比讲，反正就是，我知影裙有诶裙内底会有一层即个啦，啊，我所知就是伊可能较油啦，吼，啊，若裤也是对啊，准你所讲迄个外套，也是等于是原则上要穿咧上外口迄领衫诶时阵，伊有可能即种设计，有拉链，啊，甚至有用纽啊，所以可能拢是属于内里的一种款，就讲功能性的问题嘛，可能是安尼。啊，较早阮母啊因咧做衫的时阵，你做了夹克的时，伊迄个部分就可能，若尤其做寒天的时阵，迄个内底迄个内里可能做活动式的。啊，若裤甲裙的部分，伊就是伫请的时阵就请做伙啊啦，对哦。迄边怎讲？因为裙我无穿过，毋知影，可能有啦。讲谈朋友去西过看啥，有看到啥知。啊，裤的部分我较知，就是伊就是差不多是骹腿遐会做一层就对啊。
迄个就是即摆裤敢若嘛较少，我会记我较久以早是有裤有即种设计两层的安尼。好，毋知咱台顶的朋友佫有啥物其他想法看法无？安尼是准备会使帮咱压尾啊！吼，即个历史夜梦，还是有人查到在唱歌的歌词的。内底搞做出来，伊连我上熟的一首就是伊连无首，啊？佫一首嘿。苏亚邦挑出来挑几十首啊。超过10首吼，我会记足侪歌词拢有即4字的啊，是苏亚邦。对啊。叫做雪中人。哦。雪舞秀啊。雪中人敢无？伊是男女对唱啊。雪中人内底就是讲苏亚。对，嘿啊。迄个歌词。迄首歌。电中经理内底无收一个。啊，较老歌啦。毋是，嘛无偌老啊，即首嘛无偌老，因为我会记的是迄个啥，江蕙甲啥对唱啊。因为当年讲即首歌20年敢有到30年，我毋知影。反正这差不多，当然即摆少年无咧唱这歌啊，可能阮相对较少年时阵囡仔时代，听到大人咧唱的时阵有。即首歌是不了做，雪中人有啊。迄个网站，迄是面册顶悬的网站啊。伊整敢若是29000几首啊吧，29500吧，我袂记啦。因为顶2礼拜啊，陈建中搁咧讲的时候，就讲哇，这好卡首，搁增加100首安尼。所以迄是一个叫做 www.v.chen 即个人一开始去处理的。伊迄阵处理敢若是为着伊咧练拍字的款，尾啊有另外一个啥物乌香灰还是啥，敢若听起来看迄个名，可比讲，反正个另外一个拢咧面册顶悬的，因敢若有甲遐个资料库，还是资料有啥物线还是安怎？所以有一段时间，你讲着基金会，因原来嘛有甲伊算安怎讲？算赞助还是经理做因咧讲的做啥物？正字还是啥？迄个 WB-Chen 迄个人，伊咧处理伊嘛是理论上是照做教部用字。若有人有提出一寡疑问啊问题时阵，伊嘛伫面册会咧分享。伊甚至敢若嘛有伫咧中国遐一寡网站有做分享交流，就有当阵会甲伊伫迄边的一寡回答，甲转来台湾即大家讲面册是啥物所在。当然伫迄边伊是用简体字嘛，就甲伊转做正体字，搁打一届安尼。所以这人真正我会记得，敢若2023年啊，当时有一段时间，就是差不多7、8个以后，我嘛伫咧读迄顶悬遐个歌词，有机会就怎看有啥物人要唱就摕出来唱安尼。雪中人我会记得。是我会记敢有看到啊，去面册找款，过来就是有一招就是，因迄个网站，伊连接去一个啥物所在时阵，是有稳准你甲迄个资料掠落来，迄个资料是歌名啥物人唱的连接迄个网链嘛，所以就是你找着了。你会使连接去原底因迄个网站，因原底迄个网站就因搁甲连接去 YouTube， 要毋过若准讲伤久的时阵，迄个 YouTube 连接失效的时阵，你当然就找无就变成讲看你知影啥物所在有无。所以雪中人即首歌我会记得，应该是真唱，应该袂讲无接到，我毋知影咧，我真久无去查，我毋知。好，下面也是个试看卖啊，是直接伫 YouTube 找，应该一定有吧，我无确定。因为我前几年我印象中我就去看到过，我知影啦。当然
历史野望应该就拄啊准伫讲嘛，超过10首啊呢。好，安尼准伫教你。野望，黑边的暗暝，落着昏仔雨，历史野望，转到熟悉的农所，离港报铁图，囡仔人无烦无恼，讲汉字，不掠旋流补，行过青春的一板球，回头望，你我敢是现在安好？好，感谢准弟甲咱分享吼。伊即首诗第一句我就想到迄个啥，迄个金地官吼，伊少年时出道的名做娃娃嘛吼啊，伊首歌是啥？漂洋过海来看你吼，敢若是安尼。伊首歌敢若是咧讲，迄当时伊走去北京实在一个啥物人，啊然后要去见也是安怎？所以迄首歌是啥？李宗盛帮伊写的款吧。啊，所以就是即首嘛，啥物为着即届见面，啥物认识搁着改啥有诶无诶。当然，迄个时阵迄首华语歌嘛是唱甲了袂了嘛。啊，所以我咧猜想，敢会是阮着交咧写即个历史野望诶时阵，有去互迄首歌小可影响着吼，啥物认识搁着改安尼。所以有兴趣诶朋友会使往找看卖啊。当然，歌若好听，讲实在，不管用啥物语言唱嘛，啊，不管听有听无嘛，有当阵啊，迄个旋律，也是迄个音乐性感动人诶时阵，你着会想讲，看会使甲学起来无，还是安怎嘛？所以歌真正是安怎讲，不哩啊适合来消透心情啦。我是安尼想。好，毋知咱台顶诶朋友佫有啥物想法看法无？安尼，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主要咧读的即个1984就暂时先读到遮。感谢台顶的朋友做伙来读念，也感谢台下的朋友听我咧顶管网读网分享网交流。好，安尼今日读到遮咯，感谢，谢谢，拜拜，再会。感谢大家，再会。